新闻头起先来关心泰鲁国列车败马事件。今日是泰鲁国列车败马事件的第3天，昨暝工程预计是要处理第30甲第60的车厢，目前第3节半暝2点外已经拖出来啊。现场的情形是如何？咱连线给记者杨淑静。 今仔日是泰鲁格败马事件的第3天，昨暝工程预计处理第30甲第60的车厢。目前第30的车厢已经伫今仔日半暝1点拖出来了。救援人员伫第60车厢，搁再发现应该是第51位罹难者的遗体。原本是按算用千斤顶甲车厢体悬，将遗体刷出来，但因为车厢变形，重量40吨相当，加上崩坑内空间无够顶顶的原因，行动并无顺利。来听昨暝花莲县消防队第1大队长朱铁明的访问。车厢本身40吨，那工程人员有在评估，就是这个倒塌压在大体上面的这一个转向架可能也重达10几吨。那以轻型的这些油压机具是没有办法把它脱离的。目前嘛，也有4位罹难者的身份等待确认。那今仔日运安会嘛会伫现场进行第40车厢的调查，调查完成了后，会陆续进行其他车厢的拖吊清理作业。以上是记者杨淑晴、林玉凯伫花莲泰鲁格号事故南平现场的报道。